头转来国内来关心，有一个女性受害者进前伫面册顶头有指控讲，伊伫13岁的时去互高雄某一间补习班的老师性侵害，而且时间有3年遐尼久。昨昏伊是出来开记者会，说明受害过程，伊嘛呼吁其他的受害者要勇敢站出来。我相信那些隐忍多年的伤痛，会因为我们的一起勇敢，终而慢慢的被疗愈。目屎干咧，A小姐进前伫面册铺文，讲家己13岁读高中的时阵，互高雄市一间补习班名师性侵3年，而且这老师有原的职业。伊第一摆开记者会，鼓励其他受害者勇敢发声。这些血泪斑斑的故事，是真真实实在你我的周遭上演着。后续的所有侦查行动，我一定勇敢面对与配合，让事实能更完整的被揭露，以保护更多的受害者。A小姐表示，加害者伫夜出进前，佫敲电话互伊爸母，对相关指控好认到底，甚至强调只是过度关心，怀真无可忍。高雄市教育局表示，虽然是公诉罪已经提交诉证送到地检署侦办，佫要求补习班维持已开始暂停营业，正在相关的调查。教师涉及到性骚事件可处停聘、停止的处分。那负责人涉案的话，就也可能停止营业。我们还是会积极的来调查。根据澳洲的皇家调查委员会，受害者平均要在案发之后24年才可以说出受害经历。那以台湾目前不管是刑事的告诉期间、追诉期，还是民事的消灭时效上面，都远远短于24年。原本基金会呼吁考虑至少性侵案件特殊性，应该修法将刑罚追诉期改做受害者成年了后算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